国际新闻来关心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顶湖放气，经过抢修伫7月7、8暗，即马总算已经甲伊抬起来。然过即马积水有超过2亿吨，要排几60天才排了。 现在是8号晚上10点半左右呢，就在刚刚这个华容团州院1线堤防是完成了封堵合龙的工作。甲放气的所在保护物，对保护内底排积水，甲灾后中间有帮站，嘛对减轻第2道风线，也就是集团迄搭保护的压力有帮站。现在这个水流有点比较急了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比较慎重的往前推进。 目前保护内底的积水有2亿1000万立方公尺，水若排了伤凶，保护的安全可能会有问题。水位降低幅度建议一天莫超过30公分，12天差不多会当排出1亿6400万立方公尺的水。主要是由这个石块来形成的。 它本身呢可以起到一个挡水的作用，但是呢，它防渗的这个性能要稍微欠佳一些。使用大型的电排和机排进行排涝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等到外湖的水位下降，与院内的积水形成比较明显的反差，而且稳定之后，再在堤防上面开口，让这个积水能够自排。根据新华社报道，中港中游主要的9公段，繁荣湖区甲洞顶湖区的江河湖库水位目前还是较悬。 加在因为是好天，对防止做大水有帮助。不过保护经过一段时间拢浸伫水底，伫退水期的时阵，保护的安全也是有真悬的风险。也若刷落来10天，长江流域有可能会出现连续性的降雨，保护的工作也是要真谨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